加甜糯米浸煮了後，參入湯漿，炭燒整理由內底芡棒組成的條狀芡筒當中固定成型，米糕芡就安尼完成了。寬度大約300公分到500公分，民間看做是連接天地的天條，是普渡祭典重要而且有象徵意義的祭品。過去來說的話呢，米或者是糖都是外銷品，而且也都是對於當時的常民生活來說，也都是奢侈品，所以未必是平常我們一年四季都吃得到這樣子的東西。飲食習慣的改變足濟物件所以咱米糕芡見證四維嘛，這量這麼量較早。差不多1/4。台南市傳統工藝甲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以及保存者信義會，通過米糕芡製作技術，登錄做台南市文化資產保存技術。當時埔仔店頭前黃架甲安南區黃架是目前台南市有持續咧做米糕芡的家族，所以也認定黃東山甲黃泰龍兩位師傅是技術保存者。他在整個一個製作過程中，他兼具了一個米食的一個製作技術，還有一些工藝、信仰、民俗等等相關方面的一些意義價值。米糕芡是台南府城上有代表性的祭祀供品，製作過程唔那高工，而且兼具工藝、信仰以及民俗文化意涵。文資處希望借着技術保存，傳傳台南普渡文化甲民俗祭典的完整性。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